配合近日嘅無火煮食嘅計劃咧，就揀咗一款咧新嘅氣炸鍋。咁喺香港咧比較少人去用嘅，咁佢比較喺美國係出名嘅。咁我揀佢嘅原因咧，係包括係因為佢係玻璃啦，比較清潔容易啦，同埋咧佢嘅清潔嘅頂部咧更加係方便嘅。咁我喺片尾咧會有詳細嘅介紹。剛剛買翻嚟咧係試咗幾種唔同嘅煮食方法，同大家分享。呢款嘅氣炸鍋操作容易，加上有說明書，更加容易掌握。靜靜雞話俾你聽，我呢個氣炸鍋咧喺亞馬遜買，價錢加埋運費咧都平過淘寶。歡迎你留言係分享你喺亞馬遜購買嘢嘅經驗啦。最先使用嘅就係呢個翻熱嘅功能啦，急凍嘅披薩翻熱，非常之鬆脆可口。跟住咧係焗雞髀脆啦，中間係需要咧手動嘅係打開蓋咧係翻轉食物，翻完轉食物之後咧撳翻個蓋撳開始就可以啦。你睇下肉質咧係鮮嫩多汁，好味。為免失手咧，就揾粒燒烤剩咗嘅牛扒咧，就做呢個氣炸牛扒啦。點知原來都咁好食喎！氣炸雞扒，根據說明咧就要翻2至3次。你睇下，氣炸到金黃色，脆皮，肉汁多鮮嫩，好味。加唔同嘅配菜嘅時候咧，軟硬嘅程度或者快熟嘅程度嚟放先後嘅次序。根據時間咧就放三文魚落去。用氣炸鍋整隻雞咧係非常之方便啦，又簡單，清洗又容易，唔好整到周圍都係。因為春雞咧唔係好大，所以用嘅時間唔係太耐。如果能夠掌握到好嘅時間咧，更加係皮脆肉嫩。呢一款嘅氣炸鍋咧係有2套煮食嘅玻璃容器嘅，一個咧就係1.4 升，另外一個咧就3.8升。氣炸鍋嘅結構咧非常之簡單，容易操作。呢個大嘅3.8升嘅咧都唔係佔好多嘅位置，呢個係佢嗰個罩底下，佢係不鏽鋼嘅，所以咧更加方便，容易清潔。呢個大嘅容器咧都有一個蓋面嘅，你可以咧直接去醃嘢食啦，然後咧係直接係做氣炸嘅。個蓋直接放上去就可以加熱啦。呢個係細嘅型號1.4升，都有一套嘅配件嘅。輕易就取出呢個嘅罩，放落呢個細嘅度，小份量嘅氣炸同埋加熱咧都可以。食唔晒嘅食物，餘下嘅食物咧都可以咧係用個蓋係冚翻，放翻去雪櫃。輕易嘅變為大型號。操作界面非常之簡單，有保溫啦、翻熱啦、烤啦同埋氣炸。根據你食物嘅多少咧，係調整你烹調嘅時間嘅。
溫度咧就喺保溫嘅最低70度至到咧氣炸最高嘅200度。